咗 Yoyo 買咗4件啊，咁啊 Yoyo 話咧一樣價錢俾你，我再平啲俾你啊，你眯埋眼買噶啦，1599啊，我少少都唔加你嘅 JE870， JE8706啊，呢一個價錢係抵到癲啊，跟他講一下。然後呢，看嘛啊，跟他講一下就這個領子這一邊有一點點的一個發黃了啊，這裡啊，就這個瑕疵的話，只有這一邊有一點點的發黃，看到沒有？這邊有輕微的一些發黃啊，領子的這邊啊，然後其他的話都是比較新緊的嘛。哦，這個真的超便宜，超便宜，給他。綁帶這邊可以拆的啊，可以拆的，可以拆的啊，姐姐們，價格只要啊，也非常便宜啊，1599啊。內裡的話比較新緊啊，內裡是非常新緊的，裡面新緊呢。皮質也是沒有化，然後這邊也是新緊，沒有污糟，沒有污糟。它唯一的缺點的話啊，領子這邊有一點點發黃啊，這個地方一條發黃一點小瑕疵，其他都 OK。洗一下就好了。對呀、啊，就真的不是很明顯。你看噴一噴咧，洗一洗佢就 OK 噶啦，睇唔清嘅。其實講真啊，其他都 OK。好，咁呢一個咧係1599啊，因為咧短身呢一件咧只有一件嘅，所以咧大家要等一等啊，因為咧係 Yoyo 特登咧係咧留俾卡文井嘅，咁所以咧大家等一等先啊。卡文井，如果你想要你就打 number， 唔得咧你就打 pass 啦啊。1599咋，呢一個價錢亦都係咧我俾咗一個咧超級瘋癲嘅價錢。同埋呢一個咧領位個扣位咧都做得好靚㗎，同埋咧短身嘅薄身嘅淺顏色咧係好少嘅，佢唔係咧呢一個咩啊，淺淺地呢一個咧米色嚟㗎，哇！還有呢真的超級便宜啊，超級呢一個優惠1599啊，大家 JE8706 啊，大家好有中意就自己打啦啊！拍照啊！等他們井回復。便宜到哭。中長髮我也喜歡。對呀。對呀，好鮮哦！入邊都好深淨啊！呢一個咧，裏面咧仲要咧係滑滑嘅。呢隻色同你買咗2件啦 ，OK 唔緊要啊。咁啊，俾呢千嘅呢千嘅圖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 ，OK。好，多謝你啊，麗青。對，這個但是這個是長的哦。你問一下看文仔，長的沒有短啦，短身冇晒噶啦，得剩翻咧想買 Yoyo 呢一件先啊。這個是 Rebecca Cole。Hello Wallace 啊，晚上好啊，晚上好啊，晚上好啊。這是 YSL。這 YSL 的。YSL。哇！呢一個咧 Yoyo 咧着緊呢一件咧係啦炭綠色咁樣嘅，咁呢一件咧係 YSL 嚟㗎，長身嘅，咁佢咧唔係咧呢一個咧風褸料嚟㗎，少少咧針織呢個咁樣嘅料嚟㗎，長身嘅，隻料咧係比較咧挺身少少㗎呢一個 OK。這個跟 Rebecca 上次買了一個像，只是顏色有點差。好，咁啊呢一個咧係單排扣啊。咁啊，呢一個咧都係咧風褸款嘅，有埋個腰帶啊。好 check 呢一個咧價錢俾大家，因為咧數量全部都係唔多，所以咧今日嘅價錢亦都係超癲嘅價錢啊。好 number 咧係 JE8707啊，長身單排扣1999啊 ，YSL 啊，好 JE870007啊。好1999啊，大家1999啊 ，JE8707 好抵啊，係咪啊，嘉文井短身嗰件咧確實好抵，因為咧我以為你想要短身，所以咧特登咧頭先咧出咗一個咧超抵嘅價錢俾你啊。對的，這款就被 Coco 穿超漂亮，他已經買了類似款了，只是顏色不一樣。夠高啦啊！對，它夠高，貝貝家哥妹妹係咁讚你呢一件咧着得好靚啊，係啦，因為呢個顏色又好靚啊，同埋咧呢一個色咧都係咧炭灰色咁樣噶，炭綠色咯，
又似綠又似灰咁樣嘅啊。好 JE8707啊，JE8707啊，好1999咋，新淨嘅呢一件到。心經呢？這個心剛很好，成色很好。係啊，呢一個色靚啊，少有啊。你見咧，妹妹咧就咁樣係啦，氣質好不一樣啦。係啦，呢一件咧着起咧真係咧，好似咧妹妹咁講咧，氣質都唔一樣嘅。OK，對，好 Sharon Chang、Helen 鐘同埋 Sammy Yang 啊，就是背你們 LV 的包包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對，對不對？打個 LV 啊！呢一個咧，好似妹妹咁講咧，你配個咧 LV 咧包包已經咧係不得了噶啦。還有你們不是都買了伊西米亞基的背都好亮啊！伊西米亞基也好看，背的好看的啊！啊，幾個包包你背啊？你看單肩也好看，對吧？哇，你就成了富貴太太了啊！對呀，你這樣搭去呢學校都不一樣感覺了。對呀，開家長會啊，這個有錢的媽媽。咁樣咧，已經咧，妹妹成為咧有錢嘅媽咪啦，很漂亮啊，姐姐嘛啊，哪有？